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資訊365。各位觀眾啊，真係匪夷所思啊！柴灣東區醫院啊，竟然爆出一單離奇拔喉案喎。一名83歲嘅羅老伯呢，誤以為同房嘅病人呢係佢自己老婆喎，結果一時衝動，將對方嘅血液透析管掹咗出嚟。好彩最後都冇釀成命案。呢件事發生喺25號大概凌晨3點鐘，內科病房突然傳出報警聲音，醫護人員入去一睇，發現83歲嘅林老伯條頸部嘅血液透析管竟然鬆脫咗，現場情況相當危險。當時另一名羅老伯企喺病床隔離，神情緊張。阿羅伯咪瞓覺瞓懵咗呢度係醫院嚟喎，大佬唔係佢屋企喎。佢老婆點會喺間醫院張病床嗰度呢？冇理由嘅。咁連呢個林伯同埋佢老婆個樣係分唔清楚嘅咩？不過當時凌晨3點鐘應該冇着燈嘅。如果日頭嘅話，應該就唔會睇錯啦。即係你就算係感覺上似你老婆，但係你望真下有樣睇噶嘛，大佬係嘛？呢啲叫做老眼昏花，其實都唔係一種叫做咩神經質即係佢突然間覺得呢嗰個就係佢老婆，然之後呢就覺得佢老婆身上插住管呢係有問題嘅。所以就去掹管啦。不過我唔知佢有咩病啦，係咪先？83歲一時間神經質係唔出奇，咁但係你搞到咁大鑊就比較出奇啦。因為通常都可能認錯人行錯地方可能都會嘅。明明個廁所係向左邊嘅，可能行去右邊，但係無啦啦掹人條喉呢，就真係聽都未聽過啦。據了解兩名病人呢根本就唔識嘅，只係啱啱好分到同一間病房啫。懷疑羅伯一時搞錯，以為張床上邊嘅係自己嘅太太，仲見佢身上插住條喉，以為俾條喉整傷，所以情急之下呢伸手又掹咗嗰條喉。醫院設備呢即刻就報警啦，場面一片混亂。咁喺睇落去之前，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我個頻道，感謝大家。咁好啦，醫護人員即刻出手搶救，幫林伯檢查同埋處理。幸好佢當時係清醒嘅，冇生命危險。之後已經立即通知家屬，解釋呢件事嘅經過。院方亦都非常重視會開會同家屬交代，並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上報醫院管理局總部。至於涉事嘅羅伯警方接報之後喺中午嘅12點左右趕到醫院，將佢涉嫌傷人拘捕。雖然佢本人被拘捕，但本身佢仲係病人，所以暫時繼續留院治療。床邊就有警員把守，無啦啦拖個保安添24小時及住佢係嘛？真係搞笑。咁幸好呢件事就冇任何傷亡，化險為夷。警方刑事調查隊會繼續跟進案件，睇下係咪涉及精神狀況問題，或者另有隱情。呢單柴灣醫院離奇拔喉案實在教人難以置信。唔知大家有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！